完成結案陳詞之後，簡炳墀同佢嘅代表律師團隊曾經一度離開法院等候裁決。案件嘅爭論點在於簡炳墀2月尾到證人廖富壽嘅士多，要求對方喺上水鄉委會執委選舉入邊支持佢嘅時候，有冇放低130張1000蚊鈔票喺麻雀房。裁判官喺宣判嘅時候話，接納控方專家嘅講法，喺鈔票上邊即使揾唔到涉案人士嘅指紋，亦都唔代表佢哋冇接觸過批現金。又話廖富壽夫婦嘅證供雖然有少少矛盾，但唔影響整體嘅可信性。相信13萬現金係簡炳墀給予證人換取支持。辯方律師求情時就話，被告已經73歲，對家庭同埋社會都有貢獻，加上冇證據顯示賄選有趨向嚴重，認為唔需要判處警惕性嘅刑罰，希望以緩刑同埋罰款代替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譚宇仲報道。